带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新闻，讲到这澳洲东北部城市凯恩斯受到这大水害吞踏，要去大埔岛的路拢受到阻碍。当地政府也下令，几多千名民众就要赶紧疏开。有一寡民众是未赴走，敢若会当走去厝背顶避难。另外，伫南美洲的阿根廷，因为这强烈风暴，港口城市布兰卡湾的体育场，这厝顶柜的放落来有真侪树啊倒去，而且真侪所在淹水，上无有15个人过往，超过40万户失电。澳洲东北部城市凯恩斯这条河的水窜流，为桥面顶看过去，水位会当讲伫脚底，强到冲洗。通往旅游胜地大埔大附近的几个城镇的交通互大水阻挡，因为水位真紧升悬，当局已经要求民众赶紧撤离，有一寡人未赴走，才会当往厝顶爬。There is a serious weather emergency playing out right now as we speak. There's been a very high level of rainfall overnight and during today, and it's likely to continue. Cairns Airport has just closed. It's expected to see flooding that exceeds the 1977 flood level. 这款的落雨来自几啊工前发展起来，佮带来冲击着大气旋贾斯伯。迄当时已经造成大水泛滥，数万户停电，佮被迫撤离。当局进前已经有笑贾斯伯会向凯恩斯通往大埔大的要道前进，佮可能引起危险甲危及性命的大水。南美洲阿根廷当局17表示，礼拜六一场风暴侵袭之下，港口城市布兰卡湾一座体育场厝顶倒去，有人不幸死亡，也有真侪人带地石头堆。那伫离布宜诺斯艾利斯40公里的莫雷诺镇，也有一个富人人互倒去树仔底死。到17礼拜二早起，油源陆续传出有人死亡，风暴也伫乌拉圭侵袭夺走人命。Vientos eran muy fuertes, se sentía mucho en los edificios. 这场风暴风速每点钟大约150公里。风暴来时，布兰卡湾市真侪地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部分地区甲首都本身拢发生停电。布兰卡湾市位伫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边附近，是阿根廷上大的纽西山区之一。阿根廷总统米雷伊已经前往灾区视察，甲几位部长等协调救援工作。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译。